放下，你免搁去回光返照，签回班，迄个法师，无可能完全拢是圆满的。啊，所以伫咧咱要求圆满当中，咱拢会安怎？执着伫咧遐，咱拢毋知影其实无常，人足奇怪，咱拢无去体会这个无常。无常里面其实有藏着真常，真常，完美。所以内底道人家讲啊，有无言代之，无言代之，同体代悲，远远大爱就是咧安那共振。这个道爱咱若画出去了后呢，咱会当化作大爱，爱共振，就会影响迄个正能量，你会当影响到咱的兄弟姊妹。就敢亲像你看迄个真好，你看伊一个圆满。你要把心放下，你免搁去交给精力，交给精力，他会过，一定会。所以人家说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把责任，把责归到什么？归到因果。万般拢是因果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所以咱无啥物人个抱怨，没有什么好抱怨的，这是我的地命。咱过去是要坚持很久，很持的啦，爱记得很持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才要有大，你有爱有注意，外口咧动荡不安，其实咱来看，毋是咱家己，毋是外口咧动荡不安嘞，是咱家己心就是咧动荡不安啊嘞。咱的心咧动荡不安，咱哪会去看到外口咧动荡不安啊嘞？有情咧，你拢是安那？不会对分，你话袂去交三钱，拢袂去争，所以到尾你是极静。所以清净跟平静平等，到尾你会回归到咱原本的清净的本体，